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你搞懂了没？我是小佳。在台湾的公民教育中，有特别强调媒体是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权，有协助公民梳理、揭露公共议题的责任。处在接收讯息的第一线，媒体从业者应当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但在消息飞速散播的时代，多样化讯息流窜在各式网络平台，媒体的公信力和守门人角色似乎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台湾高中的公民教育中提到，媒体是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权，有协助公民揭露、梳理公共议题的责任。身为接收讯息第一线，媒体从业者扮演守门人角色。但在讯息飞速散播的时代，多样化讯息流窜在各式网络平台，媒体的公信力和守门人角色似乎遭逢危机。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资讯管道太多元了哈，那这些多元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以讹传讹，或者就是说我们也成为一些造假的资讯的这个发布者。社群平台上多年来都转传着一张图，从前从电视框看到的，在大众眼里就等于真相。如今人手一机，用一段影片、一张照片，每个人都能是说故事的人。而媒体从业者每天浸泡在大量的讯息中，如何快速筛选素材的真伪，找出来源的可信度，成为更重要的一环。你当然看到像这样耸动的新闻，你会想要去做，可是你会看到那些画面，其实因为大陆的新闻画面，它未必是他们真实自己去拍的，那它很多都会是用过去的资料带去修修补补贴进去。你至少看到3个以上的平台都有在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有新的画面。然后通常是实时实地拍的，你才可以去相信说，哦，那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这样的一个消息，你必须要筛选、搜寻、查证至少3遍到5遍以上。随着科技进步，一只手机、一个账号，每个人都能发声。有心人士伺机而起，没有被筛选过的消息便流出，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产业坚守职业操守的标准似乎又被拉高。这是现代媒体人的宿命，也是从业的使命。你应该要去想一下，那这件事情在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之后会有多少的效益？丢了一颗石头进去，它后面产生的整个涟漪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自觉，就是你与其抢快，你不如好好的查证。在任何讯息都追求快，还要在更快的社会步调中，媒体面临严峻的危机，在考验着从业的初衷，力求在充斥假讯息的资讯污泥中，挖掘出最具价值的黄金。记者李凡飞，公视报道。大部分的民众应该都有个既定印象，认为吃紫米饭比吃白米饭更健康。不过卫福部基隆医院营养师指出，这是不对的观念和资讯，因为紫米也是糯米的一种，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会比较高，因此建议民众在饮食上，如果想要吃得更健康，面对这些资讯，应该向营养师等专业人员咨询查证。看起来好吃又营养的紫米饭团是不少民众早餐的首选，甚至3餐也会选择紫米饭来替代白米饭，希望可以吃进去更多的营养，为健康加分。会啊，如果我平常去外面吃自助餐，如果有白米、紫米这2个选项的话，我就会选说我想要吃紫米饭，因为会觉得好像比吃白米还来得健康。对，会。如果看到紫米，我会特别选紫米。因为感觉紫米饭会比较健康，如果有一碗白米或一碗紫米的话，我会特别去选紫米。是不是因为紫米饭感觉比较像所谓的这些谷类的饭，让你觉得它比较健康？对，没错，会看起来比较高纤一点，会特别去选紫米。不过，定期召开记者会，提供正确医疗资讯和卫生保健正确知识的卫福部基隆医院营养师林玉婷指出，这是不对的观念和资讯，因为紫米也是糯米的一种，不但不好消化，也属于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比较高，有3高的民众更不适合。很多的民众啊，会为了身体健康，像是在早上选择饭团的时候，到底要吃白饭团还是紫米饭团呢？很多民众都会觉得，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要选择紫米饭团。但其实紫米它就是黑糯米，它是属于糯米的一种，
GI 值也是比较高的哦。其实我们常见的一些糯米制品呢，包含像是粽子啊、油饭啊、超阿粿、昂菇粿、汤圆，它们都是糯米做出来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它们的 GI 值都比较高。所谓 GI 值就是升糖指数，代表说我们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是多么的快的。所以对于三高的民众而言，这些高 GI 的食物就要特别的小心去避免。平常的饮食尽量以中 GI 还有低 GI 的食物为主，才是比较健康营养的。血糖如果升高很快的话呢，它就会刺激我们胰岛素快速的分泌，那这对于糖尿病的控制而言是比较不好的。林玉婷营养师进一步表示，如果民众真的要吃得健康，应该要挑选黑糙米才是正确的选择。民众在选择或是为了身体健康想要选择取代白米饭的全谷类的时候，要记得看一下包装，你买的应该要是黑糙米，才是 GI 值比较低的全谷类，而不是黑糯米哦。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众对于如何吃得健康越来越重视。营养师建议民众要有正确的健康吃法，除了不要误信以讹传讹的消息，或是网络上错误的资讯，请教专家咨询查证，才能够真正吃到营养，吃到健康。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长者大约16%患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若不慎跌倒将产生许多并发症。只是日常应该如何补足钙质？坊间有流传，喝豆浆能补钙，喝咖啡会造成骨质流失，这些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听听骨科医师怎么说。什么是骨质疏松？一般人体的骨骼骨质自出生后会随着年纪增加，大约在20-30岁达到高峰，之后骨质会逐渐减少，尤其年纪越大或者女性停经后，骨质减少的速度会加快。如果骨质流失过多，使得原本致密的骨骼形成孔隙，呈现中空疏松的现象，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基本上的定义就是说，我们正常的骨质它有流失，那流失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会是骨质疏松。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DEXA 酸能量仪检测的时候，在检测的数值 T-score 在小于-2.5以下，那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称作为骨质疏松。医师表示，骨质疏松一般好发于年长者与停经的妇女，而且女多于男，比例大约8:1。至于坊间常听到喝咖啡会造成钙质的流失，而喝豆浆有补充钙质的说法，台南新楼医院骨科医师吴承汉也提出说明，希望提供民众正确的解释，并破除一些错误的迷思。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喝咖啡到底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那咖啡在以前过去的研究是认为说，因为它本身含有草酸的关系，会就是中心掉我们就是吸收的一些钙质，造成骨质流失。但是在最近一期的在2022年的新英格兰的杂志研究显示，那其实喝咖啡并不会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那相对于甚至说有一些那个喝咖啡民众，他喜欢喝拿铁，他甚至是比一般的民众多补充更多的钙质，那反而会有保护骨质的一个效果啦。所以说基本上喝咖啡是不会造成我们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那第二点提到是说喝豆浆会增加骨质，那这一点基本上是光从这句话是也有算是有盲点的啦，因为豆浆本身算是一个它本身含有大豆异黄酮，那它本身是一个类荷尔蒙的一个的产品。那不过在一些豆类的一些制剂，包含说大豆啊、黄豆，那我们的毛豆其实基本上都有。那它主要呢，就是因为它有类似荷尔蒙的一个制剂，在我们刚停经的时候，它会是有保护的效果。那的确是可以就是减少我们骨质流失的一个状况。医师表示，骨质疏松3大警讯包括驼背、变矮与腰酸背痛、关节痛等，而且骨质疏松最怕的就是跌倒，一跌倒容易造成骨折。要预防骨质疏松与跌倒，除了平时补充钙质，另外适当的运动，增加肌力与关节的柔软性，也能改善身体的协调能力。记者林根台南报道。科技日新月异，
现代人手机不离身，假讯息也如影随形出现在你我的生活当中。要如何更新自己的假讯息资料库？不妨抽空参加警方定期举办的社区治安会议，让警方教你如何破解假讯息，守住你我的荷包。这天晚上，新北市中和区民安里民安第一市民活动中心聚集许多民众，他们可不是来参加直销大会，而是中和警分局举办的民安里治安会议。不但有最新的假讯息资讯，还教你如何防诈、保护自己，还能提醒家人。社区治安会议是社区警政的核心工作，由里长、警察、里民三方共同在治安会议的场合，利用面对面的意见交换。了解民众对于治安、交通的意见，凝聚居民关心社会的共识，让派出所能够规划在地的勤务，共同防治、降低、改善社区的治安与交通。你可曾想过，一天会收到多少假讯息？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与台大新闻所、台大政治系2023年所做的假讯息现象与事实查核成效大调查显示，有83%的民众在过去1年曾收过假讯息。警方建议关闭手机 RCS、iMessage 功能。我们常常在手机上接收到促销广告，或者是看起来像是政府单位发送的诈骗简讯。建议民众先确认寄信人信箱的网域是否为官方发售，或是检视讯息内短网址连结的网站是否真的是政府机关的，否则很容易陷入诈骗陷阱。如果在辨识上有困难，则建议不使用手机内建的 iMessage 或者是 RCS 即时通讯功能，以避免收到诈骗讯息。警方现场透过实际案例解说，将发生在街坊邻居上的诈骗过程一一还原，并透过有奖问答方式加深民众印象，让民众直呼收获满满。我们常常收到，在 Facebook 有这种稳赚不赔啊，或者是获利的那个高获利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不常常会有贪念发生的时候，会去收到这个，就会看着觉得很心动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反诈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求正的心啊，然后不要为了一个贪字啊，然后被牵着走，然后被引诱，那我们这样子才能明哲保身。因为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假冒我的儿子。说我是某某人我的电话号码已经改了，我就说你没事电话一直改干嘛？我老人家怎么记得你那么多电话？你每次都在改，我就不理他，我的电话把他挂掉。所以说他也骗不到。中和警分局妇幼队现场教导民众4招防身术，如果不幸遇到歹徒，可以依据不同状况反制脱身。民众也当场反映交通违规的问题，透过警民意见交流，共同建构安全防卫网络，营造出安全和乐的生活环境。记者林之清新北采访报道。资讯爆炸的年代衍生许多假讯息争议，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为此，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媒体素养教育基地与中嘉宽屏携手，从国教、高教及终身教育3馆旗下，利用有趣桌游推动媒体素养教育，增进全民思辨媒体讯息能力。单看一张图片，你能为它撰写标题吗？再透过提示小卡，你能思辨出这是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与事件吗？媒体素养桌游透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媒体素养教育基地的推广，让民众了解现今充实媒体素养、思辨讯息的重要性。这个桌游它的设计其实是模拟一个新闻台的记者，他们去跑新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针对一个事件，去做下标。但是这个下标的同时，有时候我们在第一事件案发现场的第一时间，其实我们看到的新闻未必是全面的跟完整的。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桌游呢，去让小朋友啊，或者是让民众去了解到，我们有时候很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常会收到一些网络的讯息，或者是一些赖的讯息啊之类的。像可能我的长辈可能就会很常发一些赖的新闻给我，然后但它其实是内容农场这样子。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桌游呢，就是让大家去更观察自己的周遭，然后去判断，就是在还没有
确定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散播假的讯息。另外，这套桌游公平无私，透过介绍公用频道的特性与禁用性，让民众从而了解公用频道，增加使用频率与内容多元性。就比如说我发贴文在一般频道的话，我们的那个热度就会很高嘛。但是呢，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腥羶色的事件，那我可能就会被惩罚这样子，或者是我可能就是会功能牌里面可能就会有那种降低热量，就是我会去做一些事情去陷害别人，然后降低它的热度这样子。那如果我发公用频道的话呢，其实公用频道是不能就是一样嘛，就是不能发腥羶色这样子嘛。但是公用频道呢就不会有像是什么降低你的流量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操作这样子，因为公用频道就是让大家鼓励大家去使用，所以它就不能去害别人这样子。对，就是不能像 YouTube 可能会出现黄标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个游戏让大家多去了解跟去禁用我们的公用频道。就是听讲座，可能我听3分钟我就无聊了这样子。那如果透过桌游，就是老师们讲的知识他们吸收之外，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桌游让他们寓教于乐，然后可以让他们透过这个桌游引发他们的一些兴趣，然后去进而了解媒体素养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推广媒体素养桌游，从国小一直到大学，甚至海外香港、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下载授权来玩。不少教师曾称赞这堂课是出席率最高的一堂课。参与游戏者的回馈都表示更了解媒体生态，明辨媒体讯息。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为了加强孩子们的数位阅读和媒体识读素养，桃园市立大成国中自2018年开始，把媒体识读纳入7年级阅读课程中，教导学生识破假新闻和不实讯息。为此，老师们还自发学习事实查核方法，并融入课程中，让学生直呼非常实用，甚至因此成功为父母过滤掉诈骗简讯。跟着镜头一块来了解。老师发下平板，开始随堂测验，考同学们能否应用课程所学，查证题目所言是否为真。这是桃园市立大成国中7年级学生的阅读课程。为了强化学生们的数位阅读能力，老师们自2018年开始把媒体识读纳入教学中，并自发在2020年向推广媒体素养的独立记者方君竹学习事实查核方法来深化教学。在为期12周的课程中，分阶段扎根7年级同学的媒体识读能力。前面的6周呢，我们是希望增加他们对于假讯息的认识。一开始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被骗，等到我们有很多的假讯息给他们看，去判别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啊，这个我也错啊，那个我也错，最后用跋杯来判断。我们希望操作很多的一些工具，然后让同学不要被动的接收讯息真假，然后能够自己也来就是很简易的判读，或是能够自己很快速的去查核。课堂中，老师除了分享许多事实查核的方法，包含以图搜图、地景比对、查看媒体生产贴纸等等，也安排同学们分组报告，搜集不同假新闻和不实讯息的案例，用演戏或是放映相关影片，来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并识破这些骗人的手法与套路。同学们也分享课程所学，认为查核技能十分实用，许多案例也警醒他们要多加注意，甚至成功在现实中为父母过滤掉诈骗简讯。我觉得老师教有一个是用 Google Map 搜寻地址，就是你可以直接搜寻那附近的地景，然后或是比较特殊的招牌，然后可以去找到他以前是在做什么，更久之前的地方的图像。媒体的生产贴纸就是哪间媒体，然后谁的媒体，就是公司是谁的，然后谁写的报道，然后谁给的消息，何时的新闻跟发生在哪里，就是可以让我更了解新闻想要告诉我什么消息，然后就是能有自己的见解。之前我妈妈在手机里面有收到一封讯息，然后就是我刚好看到，就觉得它看起来很像假讯息，然后就是会开始去找一些，就是会觉得去开始查证这些假讯息到底是不是假，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不会直接相信他。
那你有帮你妈妈查出那一则是？有，那一则是假的。我觉得老师上的课让我们知道了很多防范假新闻的方式，也让我们得到了很多就是验证的方式。那我觉得真的很实用。随着科技进步，许多伪造和诓骗的手法都越来越缜密，让人难以在第一时间就有所警觉。因此，老师也分享，同学们从一开始很自信不会受骗，到后来的谨慎小心，越学越认真，让他们很是欣慰。校方也肯定课程的成效，相信再结合108课纲资讯领域的科技素养课程，能让学生学习到足够的媒体识读知识。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将这个课程延续发展下去，因为学生的回馈是好的，他认为给老师的回馈是，他们这个老师教的东西对他们有真实的帮助。希望说老师在未来课程可以更精致、更深化。因应时代科技，大成国中优先为7年级的学生推动媒体识读课程，扎根相关识别和查核技巧，帮助他们未来无论是做报告、功课，又或是日常生活所需，都能够拥有更充足的知识，针对眼前的资讯去做判断，扎根媒体素养。记者吕婷台报道。台南市仙草实验小学将媒体变成学习工具，不仅建置 XR 数位共学中心，突破传统时空限制，进行元宇宙教育，更获得教育部国教署国民中小学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学校计划，透过务实有系统的课堂学习，让小学生成为好的数位公民。学生戴上 VR 眼镜，仿佛置身在400年前的历史场景。这是台南市教育局积极推动的数位学习。仙草实验小学拥有 XR 数位共学中心，老师能在虚拟摄影棚内将课程内容直播出去，进行沉浸式教学。透过元宇宙还有所谓的线上的一个空间，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偏乡小校，那可以在上面云端上面共同来学习，那可以解决让我们偏乡普遍存在所谓特色的一个师资不足，还有我们课程多元校订课程的一个分享，用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帮助我们其他学校能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共同来学习，然后达到我们的效益可以加成的一个效果。这座摄影棚，老师能在这里上课，解决偏乡课程差异化问题。学生趁着空档，也能实际操作棚内设备，提升学生善用科技资讯与各类媒体能力，进而涵养数位伦理以及媒体识读。其实，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媒体素养课程当中，其实我们蛮重视学生从个人的就是他们小组的创作当中去了解媒体在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他们社区的一个改变。最近中年级可能在做广播剧的一个录制，那到最后到高年级会比较多的是一个影像的部分，那我们会去带他们做校园新闻。那校园新闻的其实议题就会包含学校的一些活动，甚至是社区的一些议题。可能以往我们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是从课本的知识来做说明，但是我觉得让学生用新闻记者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他们会当他们需要怎样子的一个需要他们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他们会用新闻的方式去做深入的挖掘。面对数位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数位平台上的自媒体，所以更需要教导学生来辨识资讯的真伪，然后学会媒体识读，传达正确、良善与正向的资讯。那12年国教的总纲里面已经有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那在我们各个领域学习的课程跟重大议题，也都有配合媒体素养的学习内容指标。教育部国教署于111至113学年度推动国民中小学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学校计划，仙草实小也被获选，透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关怀周遭的人事物，培养使用媒体的技能与态度，同时将作品放在自创网络频道，将正向资讯传播出去。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随着科技进步，假讯息的生成模式也越来越多元。想厘清正确观念，学会辨别真伪，请继续锁定你搞懂了没？我们下次再会。
小小神厨体验营，小小店长体验营。老婆，你看。干嘛？你又在乱买东西了吼？不是啦，暑假就快到了，不能让阿宝一直闲在家里打电动。你看这个脸书上面就可以报名这么多营队，阿宝整个暑假都很充实哎。这么好康，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呦，老公，这种一页式的广告要小心，它可能是诈骗哦。你看它这边根本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还有如果发文历史很短的网页，就要特别小心。好，现在其实网络上或社群媒体真的是朋友转传的讯息很多，那很多是没有经过查证。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事实查的机构，所以你可能也就要去看一下，做一个比较聪明的乐听人。记得哦，讯息连结不乱点，小心求证最安全。